大家好，歡迎收睇《澳門萬象》，我係劉忠志。對於時下唔少青少年嚟講放咗學最大嘅快樂或者係休閒活動就係去球場打下波放鬆下，順便可以健身健體咁樣嘅。咁但係咧，筷子基北灣一個自由波地咧，未來將會用作後萬九嘅公屋用地預計2015年竣工，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學生哥就表示啦，如果呢度未來興建公屋，咁佢哋放咗學之後唯有翻屋企對住電腦打個機上個網啦。轉身入樽，就算雙方淨係可以用一個籃框，照樣搶籃板。足球場亦都係迷你型，小朋友聯繫射門，滿場飛。澳門筷子基北灣自由波地，每日幾乎都有過嚟打波運動嘅市民。不過呢個係該區算係最大嘅公共休憩地，不久將來就會喺市民嘅生活中消失。位於筷子基北灣的這塊自由波地呢，目前有一個小型的足球場、2個羽毛球場，還有1個半的籃球場。那佔地面積呢，大約有1000平方米。不過呢，政府已經將這塊地呢規劃成為萬九後公屋用地。有學生唔知道政府拆建嘅消息，批評喺澳門打波嘅球場本來就少，如果連呢度都拆埋，佢哋真係唔知道要去邊度玩。有陣時想打波都冇場打。即係如果真係拆咗佢，你哋有冇其他地方去玩嘅？好似冇咯，冇地方打波，我哋都會留喺屋企打機咯。點解啊？因為冇地方打，咁我哋咪少咗一樣娛樂，咁我哋只可以打機咯，咁咪。運動場地拆一個少一個，亦都有青年認同興建公屋，但係希望政府可以另建體育場。呢建就冇問題嘅，住屋少啊嘛嚇。咁起公屋嘅話，咁我哋可以去邊度踢波咧？睇下公屋，如果入邊有籃球場嘅話，可以供俾我哋打波都可以嘅。政府規劃中嘅萬九後公屋筷子基北灣 L4 同 L5 地段，正係自由波地依家嘅位置。土地主要用嚟興建公屋、社會設施同埋停車場，樓宇最高達到95米，預計2015年建成。澳亞衛視女品黃冠中，澳門報導。對於政府將自由波地未來興建公屋，亦都有議員質疑透露出政府係欠缺規劃性，咁亦都希望未來建成咗公屋之後，一定要留翻啲嘅運動場所俾呢度嘅居民啊。喺大橋底下架起鐵網，組成簡易嘅籃球場，對面係蔬菜批發市場，成日都有機動車來來往往，學生一邊打波一邊吸廢氣。淨係有運嗰啲豬嘅車過嚟咯，好臭啊！同埋嗰塊地好跣，有好多塵嗰啲，所以嗰度打波係唔好，呢邊好啲。呢就塵多咯，成日有車經過啊嘛，就好多像一啲車嘅廢氣噴出嚟，好傷我哋嗰啲身體咯。筷子基北灣嘅自由波地即將要被清拆，以後學生需要喺呢度附近打波，只能夠忍受橋下球場嘅污濁。有議員就話政府攞地嚟起公屋，本來係好事，但係依家反而就剝奪咗居民本來就缺乏嘅公共休憩空間，批評當局缺乏規劃。一直都冇呢個城市規劃。咁啊冇城市規劃嘅時候咧，必然係見步行步有即係有一度執一度嚟去做咯。咁呢就造成而家咁嘅狀況咯。咁但係如果能夠喺平衡翻佢，我喺公屋嘅時候咧，仍然保留翻一啲康體設備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個可以解決咯。歐錦新建議以後公屋建成咗之後，要保留康體場地。不過同樣係喺筷子基北灣，發展商當初以14億投得嘅2塊天價地皮，閒置咗5年，雜草叢生，政府仍然冇啟動相關嘅回收程序。澳亞衛視女品黃冠中，澳門報導。所以咧，亦都有市民表示啦